大家好，我而家嘅位置喺布碌倫賓神墟聯合民主黨俱樂部門口。稍後華仔將帶大家一齊嚟分享一場新聞發佈會，一齊嚟關注我哋社區嘅最新動態。1月30日中午，民主黨第47區領袖、紐約州眾議員寇頓嘅幕僚長何立寧博士喺布碌倫正式宣布參選紐約州第17區參議員。當日天氣寒冷，但嚴寒並未阻擋社區民眾嘅熱情，活動吸引超過200名支持者到場聲援，將會場擠得水泄不通，現場氣氛熱烈。出席今日活動嘅支持者，除咗有紐約州眾議員寇頓同紐約市議員莊文儀之外，仲有嚟自各族嘅社區人士同各界社區代表，以及基層居民紛紛前來支持，人潮絡繹不絕，充分展現何立寧博士深厚嘅社區基礎。發佈會上，多位社區領袖及支持者先後上台發言，高度肯定何立寧博士20多年嚟服務社區、關心民生、為居民爭取權益嘅努力。紐約州17區參議員候選人何立寧博士亦發表競選宣言，表示將繼續以服務社區為初心，為第17區爭取更多資源同發展機會。整場新聞發佈會活動氣氛高漲，充分體現何立寧博士擁有廣泛民意，為競選之路打下堅實嘅基礎。由於今日支持者人數眾多，現場充滿溫馨感人嘅畫面，所以華仔先同大家介紹呢位深受社區愛戴嘅何博士嘅個人簡歷。可以把社區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辦好，一定可以把福祉一項一項地送到大家的身邊。何立寧來自中國陝西省，現年49歲。何博士係一位鄰居，一位常識派民主黨人，同時亦係一個地區領袖。佢每日都為我哋社區奮鬥。作為第一代移民，何博士同我哋社區有着共同嘅價值觀，並堅定致力於爭取更安全、更潔淨嘅社區環境、優質嘅教育機構、可負擔嘅生活成本，以及有助於小型企業及家庭發展嘅政策。作為眾議員威廉·寇頓嘅幕僚長，佢通過直接將必要服務引入我哋社區，幫助成千上萬嘅家庭。服務包括食品救濟站、社區清潔活動、老年人服務、法律援助、移民支持，以及為小企業同埋非營利組織提供援助。喺發佈會上，何立寧博士先後用英文同中文發表競選宣言，字字真誠，句句有力，現場掌聲不斷，充分展現出佢參選嘅信心同擔當，以及為民服務嘅決心。何立寧博士向在場支持者表示，作為大家嘅鄰居同社區領袖，佢從嚟冇停過努力，從嚟冇停過為呢個社區奮鬥。但一個人嘅力量始終有限，只有大家團結一致，先可以做得更多。講得到做得到，一定要支持我哋才幹為人係非常之好。整場新聞發佈會持續2個多小時，氣氛熱烈而溫馨，現場掌聲不斷，歡呼聲同掌聲此起彼落，展現出何立寧博士廣泛嘅民意基礎，亦標誌住何立寧博士競選第17選區州參議員之路正式啟航。多位與會人士表示，期待何立寧博士未來喺州議會繼續為社區發聲，
為民眾爭取更美好嘅生活環境。